问12月洗烫的是什么意思？哦，12月洗烫，美秀这边是讲人真衰尾。哦哟你甲看哦，12月洗烫，12月1月到12月是上尾啊，虽然是有寒啦，不过你知影迄从1月吞到12月，迄洗烫外臭，你即马若甲讲破了，哇，迄一个味出来，啊，毋是足衰尾，哎呦，我来去佫会去打着啊，佫去喷着，真正有足衰尾啦。唔通，所以我的答案是讲人真衰尾。是啊，上我的答案叫做形容人拼死命咧做代志。做洗烫，嘿，唔是做洗烫，因为洗烫爱清嘛。哦，啊，你若是负责清洗烫的，11月诶，正月你就清，2月你嘛清，3月你嘛清，一直清到11月，上尾啊1个月啊，你嘛是足认命的、足认份的，甲这个月12月的洗烫嘛甲清掉。啊，这人足拼的。对，代表伊规年烫天拢足坚持、足拼的。诶，这嘛有一种洗烫嘛有一种鼓励意思。就因为咱你看卖，屎毋是干那歹厝哦，咱台湾人讲打着狗屎或者打着黄金，是毋是？嘿。有道理。好，来看两队恁家己的选择哦，来，必须阿雄，眼睛边。来，是我来问一下咱的研究。你感觉你选的是我？对啊，因为讲到屎，就会想到衰啊，达到屎安那衰的，有无？啊，搁12月，迄若洗烫上尾1个月，搁是洗烫一定足满的啊，毋过足衰到上后尾。哦，这我就甲迄上国较认同上国讲的，对，我感觉上国拄仔讲，伊讲逐个月拢爱拼，无人肯12个月才要拼洗烫啊。对啊，对，所以逐个月拢拼，拼到12月嘛是过来拼一届，表示这个人为年拼到年尾安尼，为年头拼到年尾，对，这人足嘿足拼的就对啊啦，啊，自讲嘛有道理。真辛苦的人啊12个月拢无拼，你看迄洗烫偌大卡。嘿啊，因为阮毋捌甲倒位去啊啦，是好啊，毋过若这边的拢是选我的，你的感觉是足水尾吼。诶，头拄阮讨论是讲12月爱清炖啊，啊到清炖的负责清含咱做学生的时阵清便所的迄个人，讲做水共款意思。来，老师借问的12月洗烫的答案是？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形容人拼性命做代志。哦，这有种鼓励意思啦。好，来温首先，恭喜这边得了1000。好，来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大家拢就有想象力的。不过咱以前吼，就是拢是洗壳啊，唔是像即马买烫器咧，怎啊无去安尼吼。啊，即个洗壳啊，拢是欠一冬，伊唔是逐个月拼，是欠一冬啊。实在是年底要清炖了后要过年啊，所以伊就是全部拼出来，把遐个屎拢拼出来。好啊，所以咱叫做真拼，是一个日克拉话。啊，伊的意思有啥物？就是讲你会当这一项代志我就拍拼去做，所以我就是真拼就对啊。我12月洗烫真拼，啊，另外嘛是会当讲我甲这个物件吼，就是全部拢拼互你安尼啦吼。啊，不过这个拼是拼命的拼，啊，咱若拼迄洗肉是有另外一个挑手柄，啊个冰冻迄个冰，嘿，所以字无共，毋过音共款，嘿，啊总共一句就是大家囡仔嘛爱快乐真拼，拼100万。来，这个影片呢，要带恁来去看一个外国的国家，这个国家两个字，啊，国家鸟，国家哦，两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，真足看哦，嘿，看到哇，这伊看到看到我朋友，金州，嘿，你的好朋友是这边先对吧？这边，哦，这边，嘿，来，嘿，是来，金州哥哥，你感觉是倒一个国家？你敢知影这是阮某上爱食的第一个国家？泰国。嘿，泰国。哎呦，真正哦。嘿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泰国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厉害，差几输了啦！终于得了3000咯！因为这是某上爱食，迄个这个物件，迄个国家是好来，咱继续先看落去。这算这个国家的甜路啦，就代表的点心。
哦，哇，哦，这一定爱去的啦。哇，啊，这嘛一定爱厉害啦。这个泰国吼，伊的地图就那墙的头同款，啊，所以因遮墙对因来讲是最重要的吼。啊，咱另外这个泰国伊古早的名叫做暹罗。好，所以咱这个部分因金州当然是热带地区，所以足有名的。啊，另外要提醒大家，就是你咧写泰人的时、英语的时，爱会记得用来落来去思考，有 TH，所以迄个泰咱来 THAILAND， 嘿，所以这个部分来注意一下。好，多谢。好，来，咱即马先来去摕奖金，再讲讲。上个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是，绝对这影片咧，要带恁来去美国看一间大学。哦，是啊，这个大学咧2个字哦。美国的大学，2个字的大学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很有力啊，他都很有力啊。等下就吹落去。来，哈佛，英文啊，讲英文会使啦。Harvard Harvard。Yeah, Harvard University。哦，英文吧。英文好，来，咱念一个老师听。好，老师伊的答案是 Harvard University。正确。后来有分数，奖励得了3000咯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英语就是 Harvard University 哈，啊，台语咱会当甲念做哈佛大学。哈佛。啊，伊是1936年伫殖民时代的创立啊，啊，拄开始唔是叫做 Harvard， 伊是叫做 New College， 就是新学院的意思。所以伫个迄个后来有一个牧师有捐钱，啊，落去起这个所在，所以伊叫做伊名叫做 John Harvard。所以伊的名唔只系改做 Harvard University， 啊，伊拢总有出足济161个迄个 Nobel Prize， 就是诺贝尔奖安尼，啊，佮有出8个总统，这也8个总统，其中咱台湾哦，就是马英九总统、赖清德总统拢是 Harvard， 啊，佮有李秀莲副总统嘛是拢 Harvard 的，所以因。这个所在唔呐有足大足好的传统，啊，因有一个足赞世界上赞的图书馆，啊，因伫个迄个2020年是排名世界第1名的大学，所以会当去读遐有一个 H 的哈，足赞。华丽哦，金州哥哥。哎呦，你使啥？你讲话对不对？你介意的？啥我介意的？我介意的是你。哎呀，你看，伊介意的是你呀。哎，目镜贴，来啦，先扣2000啦。拍摄啦。哎，少年的算啦。收肉麻，先扣2000。你想要选倒一个？看。你想要选倒一个？安尼。叫迄个金州的本名状元好无？状元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状元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奖金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古早讲考试第1名是状元，啊，第2名是安怎讲呢？好，来留10秒的时间。哦，9000哦。嘿，那唔知影他救命啊？对啊，给他机会了。来，要救命。救命好啊！是。阮伫讨论啊。哦。来。本干。哦。本干。好，伊讲，你讲一家己答。本干。嘿，来，咱来看者本干对唔对？厉害！来，分数。奖励得了9000咯！哇，搁拼起来啊！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就是民间的讲法，因为伊本地这个因一定爱考试出来爱有迄个单嘛，吼。啊，毋过头前迄个状元，其实伊本地叫做状头，
着头名，啊，毋过撞头听起来无好听，弄着头，所以就甲改做迄个圆嘛是第一名的意思。啊，然后这个本眼其实是第2名跟第3名拢叫做本眼，啊，毋过后来分袂清楚，所以就到尾甲第3名叫做探花，状元、本眼、探花，因为最后因这几个拢会去参加一个探花宴。所以咱就是第3名，甲叫做探花安尼，是，这是伊的由来。哎，大大较想也厉害，蹦蹦的蹦，不要紧，咱这边嘛是真厉害哦。好，来继续选。安尼我选画棍。画棍哦，来，咱来看下画棍的奖金有偌济。哇，真好画哦。哦，厉害厉害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人定定用画棍来决定代志，你敢知影庄啊加刀石头纸的画棍游戏是对倒一个国家开始的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多一个国家。庄啊加刀石头纸。加刀石头纸，庄啊加刀石头纸。3、2，哦，来。啊，真正是唔知影咧。啊，无有一个啊。有日本好啊。日本。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来。日本对唔对？来分数，终于得了15000咯！厉害厉害！颠倒赢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这是19世纪的时，伫日本因咧算个游戏，啊后来传去到20世纪的时，传去到法国。啊，法国伊这法文我无啥会晓念吼，就是就 Japanese， 头前迄是游戏的意思，后壁迄个 Japanese 是迄个日本的意思，所以是日本游戏。啊，因为传过是因即马出来拢是paper scissors stone， 那像敢若剩加刀石头纸。啊，毋过其实咱台湾细汉咧算拢有加一个庄啊，吼，所以就是庄啊加刀石头纸，加嘛1斤2块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嘿，所以是为日本的游戏来的。好，多谢。